正道，今仔日正道的题目，甲上帝同行的态度，请曾牧师。愿享受平安的上帝，互伊的平安踮伫恁的中间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你是享受平安的上帝，你也有应允，特别甲每一个你所拣选、你所听的囝子，互因伫人生的中间甲主你同行。主，你今仔日中秋节，要进入教会一个真要紧的节期，就是受难周。阮的时代，阮的信仰的前辈，常常安尼鼓励阮，伫受难周的时，甲主同行。通过圣经的故事，一日搁一日，真侪阮的灵修，也真侪阮反省信仰、反省甲主耶稣的态度，的一个真要紧的一礼拜。主，愿你的圣神来感动所有阮的兄弟姊妹，对牧者、长老、执事、教会兄弟姊妹，甲阮每一个细囝，祝福阮的家族。甲主你同行，祝福阮的人生中间领受甲你主你同行迄种你的供应、你的祝福，啊，互阮享受甲主你同行应该有的智慧甲态度。主恳求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，你的圣神将你的话讲互阮听，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鼓励咱用一个节期，就是咱伫教会中间一个真传统，就是受难周。受难周就是伫圣经的故事，耶稣伫世间最后的一个礼拜。这个礼拜有真多的信仰的功课甲信息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要通过这个受难周，咱来学习、操练，咱怎样甲上帝相同行。亲爱的兄弟姊妹。甲主相同行，毋是一个理论；甲主相同行是一个咱伫人生中间重新得到快乐，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所以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伫这个受难周的时，毋是干那参加咱所有的祈祷会，该当作是一个活动。兄弟姊妹，礼拜祈祷会早经拢毋是活动，基本上就是人借着迄个机会，甲上帝相同行三千棍。一个拄信主的兄弟姊妹，更加需要认真来学习，怎样伫人生的中间甲主来同行。所以伫今仔日整个的信息的内底，我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三个祝福，甲三个态度。伫今仔日的旧约中间，你讲起三个甲上帝同行应该有的态度。第一，就是爱有对的心，伊叫做行公义。第二，就要有怜悯人的心，心中充满疼。第三，用谦卑甲主相同行，迄个谦卑就是虚己，毋是自卑。谦卑就是讲，将家己的需要，将家己的骄傲，将家己想要爱有的迄种的成就感，咱伫主的面前降服，谦卑咱家己。这是三个态度，三个祝福，上帝祝福你。你每一个咱的个人，上帝真心来祝福你，改变咱的态度，改变咱的思想。伫咱行人生的道路顶端，上帝将一个满足的喜乐，就是彻底上对咱内面的生命中间对咱的改变。第二个改变，愿上帝通过你改变你的家族。你讲牧师敢有可能？我家己都改变不了啊！我要怎样改变我的家族？咱中间有郭依林，伊会信主。你看今仔日咱伫敬拜赞美中间，连郭依林的妹妹的囡仔，佩琴、方怡、雨禾，兄弟姊妹，阁有就是雅慧，雅慧甲平凡来咱教会，毋是干那因两人来咱教会，后来连伊的妹妹嘛会使，踮伫台南，嘛甲德成教会当作是伊的宝会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祝福你的家族到代代，
上帝予你这种的祝福，毋是干那伫咱的一生，嘛伫你的囝儿孙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，咱来甲上帝相同行。咱不但改变咱家己甲咱的家庭，咱嘛要改变咱的国家。今仔日，咱的长老伫祈祷的中间，因带咱为着咱台湾这个国家来祈祷。基督徒受拣选，组织伫上帝的教会。咱来咱为台湾做啥物？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单孤单的人，门关起来，咱家己吟诗做礼拜，咱家己好就好，毋是。基督徒伫这个世间是光是盐，所以基督徒对这个世间应该爱有改变的能力。我有机会伫神学院做分享，参与伫神学教育的过程，我一直咧想讲，台湾人有一种人，伊伫这个世俗的时代，要找一个真清气上，会当追求圣洁的生活的所在。因看教会当作是一个有可能。恁同意吗？教会本身应该就是见证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互咱的厝边感觉讲，伫这个社会中间有真侪人真世俗化，确实有一群人因欢喜甲主同行，互人看起来改成好像真呆板，但是因伫伦理生活、伫道德生活顶悬，因坚持毋是传统那点，就是清气上，活出真正的真善美。如果连教会嘛放弃这种的态度，是啦，教育啊放弃这种的坚持，那安尼，教会就亲像一个无味的盐，要互等伫粪扫堆内底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，伫今年对这个今仔这个礼拜开始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安静你的心，伫这礼拜中间常常半时间，伫你工作休困的时阵。拨较侪时间，毋是干那参加咱教会祈祷会，你安静，若会当牧师鼓励恁，恁摕约翰福音第13章甲17章，一日读一章。兄弟姊妹，最后的一个应验，耶稣伊对伊的门徒所讲的话，第17章最后的高潮就是耶稣要行顶12架迄个事情。耶稣出声为着伊的学生祈祷。迄个祈祷是耶稣为咱的祈祷。咱真少人知影讲，耶稣早到2000年前，已经为着咱人生的幸福、甲信仰的德性，为着咱祈祷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年的受难周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开始操练，伫将来你的生活，24小时拢甲上帝同行。你咧困的时阵，上帝甲你做伙。你醒起来的时候，你去工作，上帝嘛甲你做伙。你开车出外，你开车倒来，时时刻刻拢上帝甲你三甲地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，互我伫今年的受难周，就亲像伫以马忤路上，甲耶稣基督同行的格留巴。这个故事中间讲有2个人甲耶稣同行，但是较记一个人尔，我无人解说。这个人有人讲伊就是耶稣的阿叔，有人讲这个格留巴的太太就是伫耶稣顶十字架顶的时刻，伫各国他有3个玛利亚，其中有一个玛利亚就是格留巴。圣经约翰福音书甲伊讲格罗巴，这个负责人，伊是耶稣的阿姨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，耶稣的阿姨玛利亚，佮有一个莫达列的玛利亚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年的受难周，咱的圣神带咱体验着耶稣偌尼疼咱，体验着耶稣偌尼疼咱。咱甲耶稣讲，耶稣对今仔日开始，今生今世，我每一时刻拢愿意甲你同行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牵你的手，无放开你的手，对你开始接纳耶稣，对到一生永永远远，主耶稣的手，小命命牵条条，互咱伫咱的一生中间，甲主同行。用这礼拜做灵修操练，一年一年的受难周，咱哪来哪大汉，哪来哪坚定的信心，
哪来哪成熟甲上帝迄种亲密的关系，无人会通过当甲挂离。愿天父上帝，我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甲上帝相同行是一个足深的意义的功课。兄弟姊妹，你若对主调调，时时刻刻，你若对主调调，时时刻刻，主的手就以马内利的平安，主就摇发以色列的供应，主就有伊的下拢平安，甲你三合之地。现在你愿意，你甲主讲，主互我或者困，或者醒起来，我拢意识到，我的生活其实就是甲你做伙。愿天父上帝听咱在座有讲阿门的人，这个圣神就甲你三合之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甲主同行，毋是一个口号。甲主同行是咧讲起一种人甲上帝真亲密的关系。兄弟姊妹，你甲上帝关系有亲密吗？伫你的印象中间所读过的圣经内底，你感觉对一个故事上会当提醒你人甲上帝相同行？那我有两个故事，一个就是拄则咱咧讲的，以马内路上迄个高粱巴，当伊失志，无论伊是毋是耶稣的阿叔。无论伊的身边迄个高粱巴的迄个另外一个门徒，是毋是耶稣的阿姨玛利亚，或者是一个无同款的另外一个人，但是这两个人，当因拄着失去耶稣迄种的心内怨叹的时阵，头壳咧咧，但是伫以马内路上，耶稣甲因同行。这个故事讲，当因行到因的厝的时，因忽然目睭金，伊讲原来就是耶稣，拄则陪咱行路的迄个耶稣，原来就是耶稣，因的心火热。个另外一个故事，今仔日我等一下要甲咱讲的就是出来记33章，迄个人叫做摩西。所听的姊妹，摩西一生是一个甲上帝相同行，真要紧一个。咱信仰中间通学习模范的人，愿咱通过圣经的故事，咱甲上帝讲，伊有的我嘛要有。兄弟姊妹，恁拢有，我拢有。愿这个上帝是带我的时代人行死命嘅人生道路的上帝，也愿这个上帝也是恁的上帝，教恁会行行顺顺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这个亲密的关系要带来三个改变。第一，咱的生命要深度的改变，也即你敢愿意互上帝改变你的人生？咱若来到教会做礼拜，咱若无觉醒，若无迄个意愿讲，主啊，伫即个礼拜中间，我要听一句会当改变我生命的想法的一句话，咱别来，敢是？咱做礼拜就是毋茫会当伫礼拜中间听到一句圣经节。听到一句话，心内有一个感动，讲对啊！我过去较安尼生活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应该有一个新的态度，甲新的生活方式。咱的生命、个人彻底上的改变，后来这个改变要到你会行行顺顺。你囡仔伫教会大汉，毋是参加这个青少期主日学做游戏、做桌游，安尼尔。咱的囡仔伫教会内底就亲像迄个撒母耳，伊伫神圣的一个空间中间，因慢慢受保护，因的想法受保护，因的态度受保护，因的品格受保护，因对真侪外面的世俗的态度，因会感觉迄个无好，我无爱。愿主祝福咱的家族，祝福咱这个大家庭，嘛改变全台湾。顶礼拜我讲到一个清教徒的家庭后代的传谱，我讲到伊的上任，有人伫礼拜了有意见，兄弟姊妹，一个信主的家庭，你的后代无拄拄是家己，真夸张啦！川普讲你若摕500万互我，我就互你一张金卡。做总统安尼做，歹势。你若讲无输，你在讲堂莫讲批评人，人其他国家。一个清教徒的后代的总统，真无共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
出好行顺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毋是干那伫教会好，咱伫社会好，存公义、好人品、谦卑，甲上帝相同行。这毋是口号，这是活出来上帝爱的三个态度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咱讲，甲主同行有两个意义。一个是上帝主动要甲咱行，圣经讲迄叫做以马内利，你记住无？耶稣出世的时候，马太讲，伊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，伊代表伫至高的所在，阳光归伫天父上帝，伫地上平安归伫伊所听的人类。所以甲主同行，第一就是要有以马内利的平安。上帝要将伊家己。有一句话记载伫出来记33章14节，等下咱会读到。伊讲：我要亲自甲你同行。这是一个足大的应允呢。当因来到这个过红海了，来到西奈山骹要上帝应允的迦南地行的时，以色列人做一个天大地大得罪上帝的代志，就是伫山骹拜金牛，上帝生气，伊讲。恁去，我有答应你，恁要有一个应允的迦南地，但是恁家己去，我不爱甲你去，去死啊！恁这个人乱来。33章开始，上帝是安尼生气。摩西甲上帝塞奈呢？伊讲：你何苦甲阮对我迄个埃及带出来？啊，到这你叫阮家己行。摩西甲上帝塞奈讲：你若要甲我去，你先来叫我去。上帝讲好。我亲自甲你相同行，这个上帝是这种的上帝，以马内利的上帝。第二，甲上帝相同行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，我愿意，主耶稣我愿意，在基督里，现在有无？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活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我要时时刻刻意识到，伊为着我，遐尼艰苦宝贝。死伫十字架顶悬，这个耶稣，我较会当放杀伊咧。所以第二个，甲主同行的意思就是讲，主我愿意踮伫你的内底，我愿意踮伫你的内底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圣神将这两个意思放伫你的心内，互你一方面伸手甲主讲，主看我；一方面你伸手讲，主我愿意将我的手，互你看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这种的感觉、甲这种的信心、甲这种的愿望，放伫你的人生。伊讲：我虽然行过死命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三甲伫地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背起来，将这个当作你伫绝境中间的信心。伫你感觉头前无路通行，伫你感觉拢无开来通行的时阵，你无放弃上帝，嘛无放弃家己。兄弟姊妹。愿这句话，伫你的家族、甲你的囡仔、甲你家己，互咱无论拄着什么种情景，咱拢相信代表伊的信心就是咱的信心。我虽然拄着对敌，你甲我摆设联下；我虽然行过死命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。现在你讲阿门嘛？你愿意这个上帝陪伴你伫流目屎的时刻，伫你感觉无助，你感觉毋知影，开安尼的时阵，行无路的时候，你感觉讲主啊，虽然看无路暗淡，但是就算做亲像青梅，你甲我看，我嘛要对你行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有这种的信心，有这种的勇气，因为咱的主耶稣甲咱讲，我是世间的光，来对我。甲主同行的意思就是接受耶稣的邀请，讲主我愿意，我要对你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的家族无搁再生活伫迄个糊涂、无知、骄傲、固执、傲慢、偏见。主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一生行伫光明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，享受平安的上帝，甲恁三甲伫地。愿享受平安的上帝，这个事情。望着你的心，你对伊讲：主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主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主不但进入我的家内，主你嘛进入我，会行行顺顺，
阮整个的家庭，愿这个上帝甲恁三甲地地到万世代。今日我要甲咱讲两个功课，第一个功课就是咱来想三个改变。甲主三同行的时阵，咱的命运要改变，咱的人生要改变，咱的态度要改变，咱的能力要改变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当咱三同行的时阵，这个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伊讲我要亲自甲你三同行。虽然咱检测有当时会得罪上帝，像如圣经中间上帝虽然无讲要气死啊伊，但是上帝真正是气到要死。因为伫西奈山骹，上帝只无讲一句话，这是咱伫感情上伫读圣经，咱知影上帝其实非常的生气。伊讲恁家己去，咱就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若得罪你，嘛请你无放杀我，请你甲我三同行。也即恁若愿意读这段圣经，恁就会今仔日安静甲出来记记33章，定睛读一解。上帝讲上水的话就是讲好。因为你会祈祷，我要甲你亲自甲你三甲地地。我要亲自甲你三甲地地。这个圣经伫旧约的话，伊原本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的面要看顾你，对你的脚步去。迄个圣经的意思是讲，上帝的面光，上帝的面恩咱，我的面要甲你，无论你到什么所在，我的面拢要看顾你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真正通过这个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有一个足亲密的神圣的关系。甲上帝三同行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哇！上帝啊，我真爱做你的好朋友。出来记记33章1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话。耶稣伫摩西伫甲上帝讲话迄个时刻，伊心内有一种足温暖的感觉，互人疼惜。所以后来伊咧甲伊子孙讲，即个口述历史，就是伊伫西奈山顶甲上帝讲话的时阵，伊甲写伫这出来记记33章第13节。伊讲当上帝甲我面对面讲话的时阵，伊互我的感觉就是，伊是我上好的朋友。听这。摩西伫伊咧讲起伊一生的故事中间，特别是伫这个旷野40年，伊一落山了后，伊讲一句话：我上山的时阵是夹着一支管仔，迄是我的故乡40年的旷野的管仔。但是我落山的时阵，我手夹的毋是迄支管仔，是上帝的管。兄弟姊妹，伊的人生改变，虽然同款是伊手所夹迄支管仔。上山嘛是一个管仔，落山嘛是一个管仔，但是为什么摩西伫迄个管仔顶悬琢磨这句话，就是讲加上一个注解释，我手压上帝的管仔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若甲上帝三同行，咱要感谢上帝面的光。伊讲伊亲自甲我三甲地地，就是大概咱讲话，你就感觉上帝伊的面的光咧回应你。当上帝回应咱了，咱开始伫人生的中间，各种的情境中间，咱就要感觉上帝将伊的能力的关系放伫你的手中。现在，互这个故事变做你的故事，好无？你敢管理？伫你的人生中间，你的手中，上帝互你有能力的关系。你甲上帝讲，好，好的无比的应许。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为着家己的改变，为着生命改变来求上帝讲，主互我对你的脚步，主我愿意彻底上来跟对你，互我的生命深度的改变。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爱彻底上的改变。耶稣甲伊的改变叫做顶头生，前我痴迷，打我看见。赐恩典这条歌有无？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不过再做青梅人，不过再做过一个人，做一个谦卑，做一个圣洁，做一个顺服，听有上帝的话，看有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金句讲，恁伫我定句顶悬所学、所听、所看，其实这句话爱改做：恁咱伫耶稣的面前所学、所看、所听。兄弟姊妹，恁毋是学我，
保罗讲：恁都要学我，亲像学耶稣基督。保罗所讲这句话，应该改做讲：咱伫耶稣基督顶悬。今仔日的金句讲：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恁拢着照安尼去行。就享受平安的上帝，要甲恁三甲地地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上帝改变你的想法，互恁来做礼拜，毋是为着要做人际关系。今仔日来看到一个咱真久无看到的人，咱是来亲近上帝。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的生命成做新的人，不过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换手伫你家己的心祈祷讲，改变我，充满我，亲爱的圣神，改变我的心思意念，对头壳。到我的心，到我的脚步，或者你会当安尼祈祷，对我的头壳，对我的心，一直到我每一次所要行的道路，主你保守我，互我做对的事，行对的路，想对的事，讲对的话，求天父上帝，互我无搁再是我，乃是耶稣以马内利踮伫我内面的话，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家庭，这是第二个改变。愿超越你的囡仔、三个囡仔，因为恁的心祝福因到代代。当因大汉的时，恁放心，恁知影讲因 ready 准备好势，毋免搁再许多人陪，因会当继续行。超越你毋是为着以灵来做耶稣，你是为着你家己，你嘛是为着你的丈夫来陪伴你家己。上帝要祝福恁的家庭。所听的弟兄们，上帝祝福恁的家庭，互恁的家庭后来恁的故事，就亲像马大马利亚的故事，互恁的故事亲像耶稣基督行过，逐所在得到人面的人的故事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甲主同行的父母，要深深影响恁的囡仔。有针对许多人有一个土气，就是我的囡仔，较安怎讲都听无。兄弟姊妹，毋是用讲的，是用咱的生命。跪落来祈祷，今日头前，互你的囡仔对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一个甲主同行的许多人，你的囡仔一定会对你的脚步讲：妈妈，我嘛要亲像你。而且你相信吗？有真侪这种的信仰的见证，一个许多人改变了后，伊的囡仔嘛改变。伫我拄来教会无偌久，几年，有一本中文的册，是一个姊妹所写，叫做《活泼的生命》，我也无记唔到。伊是伫一个美国的台湾人移民到美国，后来伫美国信主了后，伊的生命得到改变。读透早起来祈祷，读透早起来读圣经，伊的生命完全改变。迄个时阵，因的家庭拢是未信者，即个妈妈是初代信徒，伊的大查某囝8岁，对7岁到8岁。后来即个囡仔8岁的生日，妈妈讲：你爱什么礼物？伊讲：妈妈，我想要爱有一本圣经。咁妈妈伫过去的1年中间，我看到你。大概若讲到耶稣，你的面拢无共款。妈妈，我看到你，伫我7岁之前，妈妈甲8岁的时阵，妈妈1年中间，妈妈拢无共款。妈妈，我要爱有一本圣经，迄个当改变你的迄个耶稣，嘛要成做我的耶稣。后来，这个姊妹的查某囝对伊6年做伙读圣经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祝福咱，咱的信仰。毋是理论，咱的信仰是享受。既然咱来到上帝施恩造成，愿上帝赏赐咱开力，求主耶稣将恁的土气收起来，好无？愿主耶稣接纳咱的土气，也愿主耶稣对天灵赏赐，以马内利的开力，互咱伫将来有一个昂望讲起得救的故事。主赏赐咱开力。摩西甲上帝讲：
对哦，拄则我咧讲的记载啦，哦，第33章第3节，哦，足水的话，我家己无爱搁甲恁去啊，伊若去死啊，我去死是我家加起的迄句话啊。上帝伫西奈山顶看到西奈山骹伊的百姓伫遐拜金牛，当摩西落来时阵，上帝将伊的话传互摩西，摩西责备伊的兄弟姊妹。上帝甲伊讲：我无要搁甲恁继续行，伫今仔日开始恁家己行。我会甲恁准备的所在，我照讲照行，我嘛要祝福恁，但是我无要甲恁同行。哦，摩西就惊。上帝讲：我实在真受气，去死！因为行了伫半路吼，我出手消灭恁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是圣洁的、至邪的神。上帝若无甲咱拍卡称是因为伊要搁忍会掉人民难，毋通看轻上帝，毋通亵渎上帝。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有圣经内底有真侪话是一个警醒，是一个劝勉，也预防咱将来重蹈覆辙。过去古早人做的毋对，咱今仔日有可能嘛会照安尼做。求主怜悯咱。所以摩西听到这句话了后，摩西甲上帝讨价还价，伊为着以色列人发出伊的祈祷。所以出来记33章是足水的话，当规定人几十万人甲摩西做伙对上帝甲上帝同行，行到半路，上帝讲：我不爱行，恁家己去。也这袂，这个上帝虽然是安尼讲，但是基本上上帝早就知影讲，伊一定会搁甲伊行。伊嘛知伊的所竞选的这个罗卜摩西是一个真高甲上帝参详的人，所以上帝回应伊讲：好，你有遮尔大的使命感，我也要亲自甲你相同行。我会解说圣经到遮，这句话诚做我伫祈祷中间为咱的祈祷讲，讲这句话，上帝要亲自甲恁相同行。恁相信吗？毋是讲道的上帝，讲道中的主角，是伫恁将来的人生中间，这个上帝有缘要甲恁相同行，直到恁一生的结束。愿天父上帝话照安尼做，因为伊是一个怜悯人、无快快受气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甲恁相合伫地。圣经讲义人的后代的确得到拯救。恁若重视伫上帝，恁若了了上帝，咱若谨慎用上帝话做咱甲伊同行应该有的态度。咱的人生的确无共款，上帝嘛要用咱，亲像用摩西。上帝要用咱，亲像用摩西。拄则英皇长老的祈祷，就亲像摩西伫上帝身边的祈祷讲：主啊，哪会通安尼？主你无放杀台湾。我相信将来台湾有一日有愿望出头天，毋是因为咱这群人参与偌尔侪社会改革的行动。对头一日到今仔日，咱的上帝拢为着台湾一直咧做祝福的工作，所以毋免惊，但是要有行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我对细汉所看见，这是台北所讲。我对细汉出世到我即摆年老，我所看见敬畏上帝的人，无一个人伊有上帝气杀。对细汉到我年老的时阵，我了解义人的后代，上帝祝福伊。我嘛是安尼阿免。我对细汉到今仔日，我看见敬畏上帝的人。毋是求平安贴福寿，是因为上帝当逐种天国的福气，拢放伫因的家族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甲咱相合伫地。第二，我要甲兄弟姊妹来思考，什么是咱应该有做基督徒的态度。做基督徒的态度嘛，当讲伫今仔日的题目叫做“甲主同行应该有的态度”。今仔日牧师所读旧约这段，米迦书第6章第8节讲：行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，甲上帝同行。行公义、好人民、谦卑，这三项的态度，什么意思呢？
圣经的头前佫讲，这是上帝指示你，上帝看最重要的三个态度。所以啊，你姊妹深深来想，伫咱做基督徒的日子中间，咱有嘴讲上帝的假事，但是咱的骹步敢有甲咱所讲的有一致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听即句话。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，伊要求你做什么？先伫米迦传达上帝所讲，上帝爱你行公义、好人品、存谦卑的心，三个态度拢是毋是干那谦卑甲上帝同行尔，是公义甲上帝同行，还佫有人品的心甲上帝同行。第三则是谦卑甲上帝相同行。那安尼，什么叫做公义？兄弟姊妹，这三个态度行公义，公义是什么？什么叫做人品？什么叫做谦卑？牧师免解说，我相信恁拢有答案。但是牧师要甲咱讲，圣经内底安怎讲上帝的公义？上帝的公义毋是讲正义感、正直、法律，一个社会中间有真尊重人安尼尔，毋是。圣经内底咧讲的公义，就是 right， 英语叫做正确的，但是用信用的话叫做合乎神的想法的事情。圣经咧讲的公义是一个上帝想的对的代志，迄叫做公义。甲政治、甲社会法律的公义无共款，迄上真假啦。那法律咧讲的公义是伫上帝的眼光中间，伊是要个足低层次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对圣经学到这个话。今仔日的经句甲咱讲，今仔日的新约经文安尼讲，阮要好胆，阮要好胆，阮欢喜离开身躯甲主三甲大，无论伫身躯或者离开身躯所得意的，拢是要互我的主耶稣得到欢喜。即句话毋是咧讲，伫我的身躯是我的时，伫我离开身躯是我死去的时阵，毋是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伫我的行为，伫我的思想，当我的思想离开我的身躯，甲我的言行不一致的时阵，这个意思。但是即句话咧讲，言行都一致。我的灵魂出窍，我的想法，我的思想离开我的身躯的时阵，嘛是安尼。我的行为嘛是安尼，是安怎呢？我所做、我所想，拢为着要互我主耶稣基督欢喜。兄弟姊妹，讨神的喜悦，这是这段的经文啊。所以公义是什么？公义照圣经的解说，伫信仰历代，这信仰的模范者，伊所留予咱的解说，伊毋是一般社会公义甲正义安尼那点。伊所讲的就是合乎上帝的性情，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开始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家庭作业。你听好，你开始爱伫祈祷中间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像什么样子？伫你心目中，你感觉上帝，伊是一个什么种性情的上帝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求圣神开咱的目睭。互咱看到上帝伊一切所做的好，英语叫做 right，R-I-G-H-T， 做正确的事情，想正确的事情，说正确的话，做对了正确的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个家庭作业顶关，因为你哪安尼想，上帝就你显明伊家己。当一个囝儿来咧看伊的爸爸的时阵，伊的爸爸会伊来看，就亲像一个囡仔咧学行路的时候，伊来目睭看伊爸爸，行袂知的时阵，伊的爸爸一定会伸手，甲伊引导，甲伊看咧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家庭作业就是，你会当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生做什么款？上帝，你爱什么？圣经要甲咱讲，圣经要甲咱帮助。所以圣经咧讲去行公义的意思，就是
要有正确的动机、正确的方式、正确的行动。有真的时阵，咱话讲出去了，迄个动机拢无经过你思考，讲我做这样代志安尼好无？所以LINE顶管才有设一个功能叫做收回啦。因为你所讲出来话，就泼出来水。当你想着讲啊，一句无适当，你都去收回。亲爱的姊妹，人的动机、人的方法、人的行动，这对基督徒真重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二，什么叫做灵敏？兄弟姊妹，恁去回想迄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耶稣安怎讲？对一个人是一个人的好处边，当伊受伤倒伫旷野，有人行过，拢无人停落来。伊讲到遐祭司、利未人、遐教会领导者，到最后才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过。耶稣这个故事来讲起，伫教会内底有真侪信仰喙角讲甲全破的，遐教会的基督徒。撒玛利亚人的意思就是，遐犹太人看袂起的，混血的犹太人。但是这个恁看袂起的兄弟，但是伊却完成了上帝国应该有的态度。伊看到这个人倒伫涂骹，伊屈落来，对伊的驴仔顶悬，对伊的马顶悬落来，伊落来看这个人，伊甲伊洗清气伊的伤者。然后，予伊徛伊所徛的精神，带伊到旅社，互伊伫迄个所在疗养。信仰毋是出一支嘴，信仰是后来这个耶稣所讲的撒玛利亚人所做，出于对生命的疼惜、关心、行动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三，什么叫做谦卑？耶稣家己本身就是这个模范。圣经讲，伊本有上帝形象，你会记这句吗？却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屈给家己虚己。人有一种的本性，就是用自我做中心，恁敢不同意？自我做中心是人出世就会晓的，但是一个信仰开始改变的时阵，除了用家己自我做中心的时阵，会晓虚己的事，伊所追求的画面就是，伊无搁再想为着家己活，伊要为着上帝交付伊身边中间软弱欠缺的人来活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主用伊的听，愿主用伊的听，充满你的内心，互你的生命中间满满有主耶稣基督对世间灵敏的心。兄弟姊妹，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互咱的教会是常常有灵敏人的心，有同理心，有耶稣基督伊的慈爱，甲咱三甲地地。对安尼更加重要，就是互咱的行为，甲互咱的思想，拢得到上帝的欢喜。伫这个所在讲，地上的身体跟属天的身体，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讲点是身躯，或者离开身躯。现代中文译本翻了作水，伊讲无论是点伫这个地上的身躯，或者我的心思意念是属上帝的国度、上帝的圣神感动的迄个身躯、属灵的身躯，拢为着要互上帝欢喜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愿享受平安的上帝，甲恁同在。直到恁一生的路尾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伫圣经4000年的故事的内底，你常常陪伴你的囝子，陪伴你的百姓。愿恳求主你即时来到阮中间，甲阮同行，祝福阮经历着以马内利的溃烂。做阮中间有人渴慕，会通对你来领受怜悯。我嘛深深相信，当你祝福阮、坚固阮了后，
阮要真侪阮的家庭的祝福，真侪阮的囡仔的祝福，真侪这个社会的祝福。祝福阮，毋是干那用阮的嘴来对你，嘛毋是干那用阮的想法来对你，更较要紧。主求你，互我用完全的生命，用实际的行动来跟对你。求天父上帝祝福所有伫今仔日听你的圣经的话的你的囝儿查某囝，因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怜悯，听见你伫西奈旷野的所讲迄句话，你甲摩西讲，我要亲自甲你去，所以阮对你讲，感谢你。阿门。主求你甲阮同行到世间的路尾，阮安尼恳求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